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。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。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。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。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。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。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。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。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。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水果，水果，水果。肉製品，肉製品，肉製品。火腿，火腿，火腿。香腸，香腸，香腸。麵包，麵包，麵包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行李，行李，行李。手機，手機，手機。包包，包包，包包。新鮮，新鮮，新鮮。半熟，半熟，半熟。全熟，全熟，全熟。入境，入境，入境。出境，出境，出境。稍等，稍等，
稍等，丟棄，丟棄，丟棄，簽名，簽名，簽名，檢查，檢查，檢查，不電，不電，不電，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，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，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水果。水果。水果。肉製品。肉製品。肉製品。火腿。火腿。火腿。香腸。香腸。香腸。麵包。麵包。麵包。先生。先生。先生。小姐。小姐。小姐。
行李，行李，行李，手機，手機，手機，包包，包包，包包，新鮮，新鮮，新鮮，半熟，半熟，半熟，全熟，全熟，全熟，入境，入境，入境，出境，出境，出境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丟棄，丟棄，丟棄，簽名，簽名，簽名，檢查，檢查，檢查，不電，不電，不電，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手機不用放進來，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請問有帶到肉製品或是水果嗎？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，幫我在線後稍等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這個幫我手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護照拿着就好，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，這個不需要，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，請幫我往前走，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，一位往前就好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幫我放到盤子裡面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這個不可以帶，要丟棄，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請問這個方便檢查嗎？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新鮮水果和肉製品不要攜帶入境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那我們往前檢查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行李可以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這個可以先拿起來了。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請問裡面有確認過沒有含到肉製品或水果嗎？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不用檢查的旅客，幫我往前走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幫我旁邊先稍等一下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前面有車子要通過。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請問蛋是全熟或半熟？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半熟不可以攜帶入境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
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請幫我在這地方簽名。水果，水果，水果。肉製品，肉製品，肉製品。火腿，火腿，火腿。香腸，香腸，香腸。麵包，麵包，麵包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行李，行李，行李。手機，手機，手機。包包，包包，包包。新鮮，新鮮，新鮮。半熟，半熟，半熟。全熟，全熟，全熟。入境，入境，入境。出境，出境，出境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丟棄，丟棄，丟棄。簽名，簽名，簽名。檢查，檢查，檢查。筆電，筆電，筆電。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，託運行李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